英亞四強巔峰對決，美斯比寧咸正面交鋒。世界盃四強，英格蘭硬撼阿根廷，7月16號凌晨3點開波，地點亞特蘭大體育館，賓士館爆滿，今屆第102場，裁判美國籍艾法夫，今屆第4次執哨，球迷視為幸運符。呢場被形容為消耗戰。美國體育頻道3位名嘴拆局，祖皮士韋特、安迪愛華士、尼克文杜拿分析比寧咸簡尼對美斯，網絡電台熱烈討論，亞祖安道林現場，邀請皮亞斯同布特霍特。話題包括稻草選人、比寧咸影響力、點樣凍結美斯、歷史恩怨、暗黑戰術成為焦點之一。英格蘭晉級靠梅開二度，上半場補時追和，加時初段再入波，最終2-1險勝挪威，靠比寧咸絕殺，挺進四強。簡尼同樣6球，夏蘭特7球出局，美斯同麥巴比8球領先。金靴榜，美斯8球2助攻5場，比寧咸6球1助攻6場，簡尼6球1助攻6場。博彩睇好美斯，39歲賠率31-20，助攻賠率19-4。阿根廷後備岡沙利斯搶眼，有機會做奇兵。阿根廷習慣紮陣，適合迪保羅、費南迪斯、麥亞里士打。預計英格蘭排4-2-3-1，門將比克福特，後防岡沙、史東斯、古希、奧賴利，中場懷斯、安達臣，前線沙卡、比寧咸、哥頓，箭頭簡尼。阿根廷預計4-4-2，門將馬天尼斯，後防莫連拿、羅美路、馬天尼斯、達利亞費高，中場帕利迪斯、迪保羅、費南迪斯、麥亞里士打，前線美斯達艾華利斯。美聯社話呢個對決係故事核心。發稿7月15號凌晨1點45分。兩隊習慣喺邊緣生存，幾十年恩怨，政治包袱齊集。美斯首度鬥英格蘭，意志氣場大比拼。美斯終於首次對英格蘭，21年來從未交手，今次第206次披甲。對上一次機會20幾年前因紅牌停賽錯過，2005年日內瓦友賽臨時缺陣，自此兩隊再無交手。今次補齊最後拼圖，對過晒所有世界盃冠軍，完成20年清單，包括巴西、烏拉圭、德國、意大利、西班牙、法國，橫跨聯賽、歐聯、美洲盃、金球獎，唯獨未對英格蘭。呢個例外終於打破。美斯話好特別，因為係傳統勁旅，係大國強隊，4強相遇，別具意義。佢話踢過晒所有人，除咗英格蘭，期待已久。呢場被形容為意志氣場對決，火花四濺。有評論將佢同基斯坦奴比較，一個靠氣場震懾，一個低頭被注目。美斯低頭，唔想被注意，實力卻震懾對手。簡尼向隊友發警告，話係獨特場合，唔好只顧美斯。阿根廷剛擊退瑞士，美斯第6次出戰決賽周，8球並列金靴。早前對阿爾及利亞，帽子戲法追平入球紀錄，佢被視為史上最偉大。今次為歷史地位證明。職業生涯定義係多冠、聯賽、歐聯、美洲盃、金球獎都拎過。日內瓦3個月後有賽，因紅牌停賽，成為轉捩點。賓士館有蓋場地，成為首次對決舞台。英格蘭球星壁畫現身，社區魚薯店變熱點。西密德蘭出現壁畫熱，道德里聯街神秘壁畫現身，畫住70歲前英格蘭領隊，西裝打呔，手拎橙色炸薯。呢種橙色炸薯係當地特色，半件炸粉包裹。壁畫早前被貼牆上，位置市中心聯街，成為熱話。西布朗前領隊成為主角，標誌性觸線造型。魚薯店外牆亦有壁畫，畫住曼城球員近亞提哈德球場。2023年5月17號，歐聯4強前，曼城對皇馬次回合，球迷坐喺店內打卡，背景係壁畫，氣氛熱鬧。史督橋有球迷自發致敬66歲布連力高斯，草坪鏟成波衫，20尺高比寧咸10號圖案，屋企喺史督橋，本地仔值得驕傲。初級球會主席製作大型壁畫，位置和拉斯頓前草坪。首飾區車站揭幕新壁畫，月台層面吸引乘客探索社區。負責人話努力有成果，感到開心，盼更多人到訪。倫敦有魚薯店被要求移除壁畫，米字旗被指不恰當，店主受訪。有壁畫畫住基亞利薯食快餐，球迷講笑。門將艾達臣準備倒醋。女足球員摩根拎薯條，最初波衫空白，後來更新為23-24年球衣，細節豐富。呢啲係混合媒介，手寫字體，數碼合成，標題希祖迪。2025年11月25號發布，西密魚薯店比寧咸同羅渣士壁畫成熱點，壁畫令街坊凝聚，支持主場。英格蘭對場劍指世界盃，金球獎勢在必得。簡尼話想攞金球獎，如果英格蘭奪冠，一定係大熱。佢接受法國隊報訪問，話自己排前列，捧杯就係英格蘭球員。今季喺拜仁大爆發，51場入61球，連同國家隊67球，近11場國際賽入10球，創個人新高。世界盃前最高紀錄，德國盃決賽帽子戲法，幫高柏尼捧本土雙冠，聯賽盃賽齊攞，係效力拜仁第3季最佳，世俱盃後更上一層樓，狀態火熱，已經超越朗尼，英格蘭史上入球王，帶隊入2018年4強。自1990年意大利後首次，英格蘭曾出4位金球先生，馬菲是首位，查爾頓奪冠年攞獎，基緊1978年，奧運2001年，
自2001年後再無英格蘭人簡尼話獎盃比入球重要，就算入100球，無歐聯、世界盃都唔會贏金球。希望球會、國家隊順利先可以傾金球。今屆第3次出戰世界盃，首戰6月17號，L組對克羅地亞，4場入3球，10月5-0大勝入2球，狀態正佳。隊友奧利斯同樣被睇好，名嘴討論終結者入選大軍成疑。簡尼話專注球隊，唔會被話題分心，目標捧杯。佢話入球多唔代表一定贏金球，一定要贏大賽錦標。隊長雙重 ambition， 又想捧杯，又想爭金球，成為中堅。杜曹單車雪糕減壓，童真連結型大戰。杜曹分享減壓妙法，踩單車、食雪糕，重新連結美好。備戰期間成日離開酒店，去停車場拎住雪糕15分鐘，感覺返到15歲。夏夜微風，找回童真。人人都有。賽前記者會逼爆，企位、地板無空位，門外排長龍。記者、攝影師排到出門口。佢今年52歲，帶隊對衛冕冠軍。地點賓士球場。曾批評球證對墨西哥面臨停賽風險，批評補水暫停破壞美麗足球特性，改變比賽本質。坦言對挪威控球唔夠冷靜，需要更精準，呼籲向前望。星期日晚再強調放低爭議，專注星期3對衛冕冠軍。亦同比寧咸澄清誤會，向英國球迷發信息，氣泡內型溝通。簡尼話半場訓話關鍵。首戰4-2贏克羅地亞，半場2-2。上半場2球包括重射12碼。佢一番話扭轉局勢，傳媒叫達拉斯娃仔。地點堪薩斯城，佢被請嚟為捧杯。60年未奪冠靠德國教頭，當初安排唔係人人接受，但佢用童真連結，揾返自己。佢話有時只要去停車場拎住雪糕就揾返美麗。喺英格蘭氣泡入面，依然識得同球迷溝通，發最後信息。英亞大戰保安升級，場外火藥味濃厚。亞特蘭大加強保安，英亞大戰列最高風險，門票政策難分隔球迷。國際足協票務安排令場內分隔幾乎不可能。周3上演，兩國世仇經5次世界盃交手形成，多次出現爭議場面。英亞球迷今場唔會分隔，場內不設分區，轉向通道加強人手。亞特蘭大警方確認，周3實施加強保安巡邏，嚴防衝突。阿根廷退伍軍人聯會發聲明，呼籲專注足球，唔好借機講主權。呢場係球壇偉大宿敵對決，2026年4強，氣氛火爆。聯會話唔好利用比賽推動南大西洋島嶼主權聲索。聯邦調查局、國際足協、亞特蘭大警方高度戒備，分流出入口。阿根廷同英格蘭球迷分開出入口進出，場內座位不設分隔。兩國政治恩怨源於1982年福克蘭戰爭，奪去907條人命。阿根廷同英國短暫衝突，英方叫福克蘭，亞方叫馬爾維納斯。1982年爆發，649名阿根廷士兵，255名英軍陣亡。保安簡報會周2舉行，兩國足總出席，建議搞球迷步行。大批阿根廷球迷集中一處入場，但仍擔心無票球迷。警方知悉歷史背景，75000座位，場內分隔有限，行動複雜。警方對75000名英亞球迷混合保持高度警惕，嚴防衝突。福克蘭老兵發聲明，呼籲冷靜。三獅周3喺亞特蘭大對衛冕冠軍爭入決賽席位，現場直播。球星成日喺國際賽提及福克蘭。美國警察紅色警戒，75000人唔會分隔。三獅作客對世界冠軍。周3晚決賽前哨戰，氣氛火藥味濃，成為最高風險一戰。英亞世仇半世紀，愛恨恩怨再現。英亞世仇半世紀，5次世界盃交手，堪稱最激烈宿敵。1962年智利蘭卡瓜，首次分組賽碰頭，恩怨開始。1966年溫布萊8強，世紀大劫案，英格蘭1-0小勝10人阿根廷。南美質疑賽事被操控，德國球證奇禮停，吹到手軟，慢節奏打亂部署。隊長拉停半小時被逐。1986年馬勒當拿，上帝之手，世紀入球同場，記憶40年後更強烈。1998年碧咸紅牌，成為轉捩點。2002年碧咸12碼1-0復仇，恩怨延續。兩隊5次交手，英格蘭3勝2負，包括1次互射12碼。24年未喺世界盃相遇，今次首次4強，星期日決賽席位一戰定，被視為足球傳奇。電影、書籍、歌曲都記錄呢段恩怨，背後有福克蘭戰爭陰影。1982年開戰，4年後踢出名局，馬勒當拿先用拳頭入波，再入世紀最佳入球，成為經典。亞特蘭大之夜將寫新一章，印度時間凌晨12點半，焦點時代對決。英格蘭渴望60年後再入決賽，超越足球、地緣政治同歷史交織。帕利迪斯話夢想對英格蘭，自細夢想4強，尤其對手係英格蘭。美國裁判艾法夫今屆第4次，幸運符超越足球範疇。